镜头转来咱国内，去年咱台湾木姓区的选手林旭婷参加巴黎奥运，不过却是受到性别的霸凌。教育部召开性别委员会大会，不过伫咧会议记录内底，竟然是写林旭婷是下性别的选手，是引起真大的争议。即马教育部是出来驳回讲，是因为文字伤过简化，致使误解，目前已经修正。 台湾军校林旭婷伫巴黎奥运遭受性别霸凌，承受正大压力，又安摕到金牌。教育部去年9月请伊做反霸凌大赛。接下这个大使的身份，那可以借由自己的亲身体悟，然后让大家、让世人所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。教育部全力伫咧推扫校园霸凌防治。 规划每一个学期开学第一礼拜是友善校园周，性平的议题也包括体育比赛。教育部去年12月2日开性平委员会大会，性平会委员关心林旭婷选手伫巴黎奥运期间所遭受的网络霸凌事件，要求体育署报告代志的处理过程，甲维护选手权益的具体作为。 验过性平会议的记录，顶头所写将会以拳击选手林旭婷作例，保障跨性别选手参赛权。其中跨性别3字引起争议。对此，教育部澄清讲，性平委员关心国内比赛对性别认定加参赛权益的相关议题，建议体育署制定明确的标准作业程序。对会议记录内面结论的文字伤过简单，造成外界误解的部分。 教育部已经是下架修改，并且在咧修正了，重新搁放去咧网络顶。苏格拉底曾经说过：“经历风雨，成就人生。”那这句话，我想要送给现在也许还在努力追逐梦想的选手们。林旭婷去年底参加世界拳击总会办的年终赛，和主办单位调伊的性别问题，决定要退赛。林旭婷讲会随时把家己拢传落好。 机会若来，就会全力去拼，要用伊的影响力，和大家更加重视平权的议题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